家咧各地都遭受到俄羅斯嘅軍隊嘅猛烈嘅襲擊嘅。咁啊指出俄羅斯咧係冇任何嘅跡象咧表明咧佢準備會結束戰爭啊！即係澤連斯基當地就自己感受到啊，講啊講，但係其實我睇唔到俄羅斯真係有結束戰爭呢個跡象喎咁啊！咁俄羅斯方面咧當然有乘勝追擊嘅動向啊！如果你係即係戰勝國或者打贏緊仗嗰邊，你點會話咁就範就停火啊？啊！而家就猛咁話，又有啲信息話佢哋同意咩？澤連斯基就同意啦嚇，要就地停火啊，因為佢同意用土地去交換嘅。俄羅斯唔會話咁容易，佢而家節節勝利喎。你叫我就地停火，即係我嗰啲進展，即係付諸一炬啦，即係唔可以再進取攞多啲籌碼啊！咁所以即係呢個俄羅斯仍然喺呢個情況之下，佢想乘勝追擊嘅。所以普京話：我仲好有誠意啊，想結束戰爭。所以佢講一套同埋個心嗰套咧，同個現時嘅情況咧係有啲出入嘅。現時佢贏得咁開巷，佢點會即係咁就範？即係你打緊4圈，你鋪你都自摸爆棚。嗰個話停戰啦，我哋下次再打。喂，4圈都未打完啦，咁點你突然間話結束呢個牌局？即係會有同類嘅咁嘅諗法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其實咧烏克蘭戰爭咧短期內咧停火咧就確實係有啲困難嘅。咁我哋分析有啲咩困難啦，有咩障礙啦？第一，響英美嗰個嚟睇咧，自歐洲嗰方面對俄羅斯咧經濟制裁咧係冇咁輕易撤走嗰個經濟制裁。但係你一日唔撤走個經濟制裁咧，俄羅斯係唔肯停火嘅。俄羅斯繼續乘勝追擊，再去追殺，甚至要去到基輔，打到基輔都一坡碌，都係想要逼你西方你撤翻走對俄羅斯嗰個經濟制裁，係咪呢個好主要嘅列出嘅條件啊？因為佢俾西方經濟制裁都即係幾凄慘。雖然俄羅斯真係好叻，即係都未冧檔，咁樣都仲可以繼續生存啦。同埋佢個經濟增長仲話呢2年都有增長添，唔知23年有有3點幾，24年好似有唔知4點幾。第二咧，普京一貫咧就係表明咧係要保留呢個烏東嘅4個州嘅，同埋呢個克里米亞，因為佢呢啲地方唔係咁輕易攞翻嚟嘅，要作咗好大嘅軍事嘅力量啊，同埋犧牲。咁啊，澤連斯基。但係佢又搬出自己嘅憲法，佢有咩料嘅？佢搬自己烏克蘭嗰啲憲法，話證明咧我哋嘅憲法話一定要我哋領土完整喎。你憲法咁寫嘅，你打敗仗啊嘛。咁你清朝嗰陣時打敗仗咩？你出啲憲法出嚟，我哋大清帝國，我哋啲憲法嚟講要領土完整啊。我唔同你啲英國講咩割讓香港啊，得唔得？唔得嘛。咁所以喺戰場上嗱，我哋成日嗰句啊，戰場上你爭取唔到嘅嘢咧，就喺談判桌上亦都你唔會爭取得到嘅。咁呢一個觀點係絕對正確嘅。咁啊，普京曾經明確咁表示過咧，即係俾俄羅斯控制呢啲咁嘅土地咧，係佢嘅特別軍事行動嘅目標啊！咁我達到呢個目標，突然間我又放棄呢個目標啊！咁冇理由噶嘛嚇，咁就冇可能係俾烏克蘭收翻嘅，所以呢個係談判一個好大嘅障礙嚟嘅。第三，因為呢幾年嚟咧，即係俄羅斯發動呢個戰爭係咩？你睇翻歷史，佢原因就係佢嘅安全受到威脅啊嘛。佢點解要出兵啊？因為電量不足，請充電。冇電啊！冇電啊！要用翻我自己啲嗱，咁即係佢應該播到嘅，應該都。佢俄羅斯咧就要亮劍啊嗰陣時，因為你唔亮劍咧，佢北約咧就一路咁東擴嘛，擴到去烏克蘭，即係擴到佢後欄，機會就係可以
即係威脅到俄羅斯嘅整個國家㗎咯喎。咁咧就，所以俄羅斯就當時咧係為咗自己安全咧，係一定被逼去採取呢個特別嘅，佢講叫特別嗰陣時加呢個字，叫特別軍事行動啊。咁你話佢係侵略好啊，即係搶奪好啦。嗰陣時西方成日鬧俄羅斯，喂，你侵略人啊，侵略烏克蘭啊。咁佢話我自保啫喎嚇，你話佢自保就得。咁呢場戰爭咧係一定要發生嘅，其實係北約嗰度逼出嚟嘅。咁啊，如果雙方仍然係未解決呢個自身嘅國土安全問題咧，相信咧呢場仗咧係好難停落嚟嘅嚇。咁大家再放眼雙眼睇下，特朗普咪威到可以，即係撥開晒呢啲困難，可以話佢一錘定音啊！佢可以一話停就要停啦。咁第四咧，就美國以至歐盟咧初期咧挑起呢個俄烏戰爭咧，其實即係亦都有佢哋嘅目的，係想大大咁削弱俄羅斯嘅實力噶嘛。因為佢削弱咗俄羅斯，跟住就對付中國啊嘛。嗰陣時都成日都有呢啲信息㗎啦，因為佢首先要打冧咗俄羅斯先，然後先即係可以單獨咁對付中國，咁呢個我哋都要警惕啊！咁當時咧係想咁樣削弱俄羅斯，點知咧就削弱極都削弱唔到啊！俄羅斯仲生生猛猛啊，仲有好多板斧咧去衝破呢啲咁嘅制裁啊或者困難。咁啊，直到佢嘅即係俄羅斯嘅軍政經三方面咧，北約同埋西方嗰邊咧，要俄羅斯崩潰嘅，咁啊先挑起呢個俄烏衝突咧，認為咁樣就可以坐定粒落係一個最好嘅手段啦，咁樣。咁啊第五個方面咧，就與此同時咧，美國係仲有啲政客啦，一定有啦，同埋嗰啲軍工科學體咧係離唔開嗰個軍售嗰方面嘅利益嘅。咁啊，同時俄烏戰爭咧係能夠促使歐洲嗰啲資金啊，就冧聲即係逃去美國嘅，咁啊幫咗美國嘅市場啊，咁啊能夠提振咗美國經濟，咁所以美國仲有一招咧，更加狼嘅咧就係要搗毀俄羅斯輸往呢個歐洲嘅天然氣通道啊嘛，嗰個北溪通道。擺明係美國做㗎啦，不過佢唔承認㗎嘛，係嘛？咁啊，等到歐洲咧一定要用好高嘅價錢咧買，即係美國嗰邊嘅液化天然氣嚇，一船嗰啲液化去到嘅時候變咗貴2倍，貴幾倍貴2倍嚇。咁呢個當然啦，即係通過上面嗰啲措施咧，佢另外喺國內又製造好多就業機會啊嘛。咁啊，緩解咗國內好多經濟壓力，咁啊，將民眾嘅注意力都可以轉移咧，逢親發動戰爭喺外面，就轉移咗國內嗰啲民眾對自己政府嘅不滿㗎啦，轉移咗佢哋嘅視線啦。咁呢個亦都係阻礙俄烏停戰嘅一個情況㗎。咁但係點解後嚟特朗普又而家咁強調要停火啦，或者邊打邊停都制咧？咁我哋會繼續分析。第六。就係之前咧提過，我哋當下俄羅斯根本喺戰場係節節勝利嘅，咁啊想通過呢個軍事嘅進展咧，係增加個談判嗰個籌碼嘅，咁啊所以就唔想呢一刻停火其實，但係烏克蘭咧又拒絕咗俄羅斯停火嘅條件喎，就好似佢雖然打到俾人一波碌，佢都係好硬喎，咁啊仍然係因為佢仍然對歐盟啊同埋英國嗰種支持咧有啲信心。所以佢今次去見特朗普，你7個歐洲大佬陪我去嘅，即係我對你哋仲有啲信心，你會撐住俾我去到嗰度，唔好俾特朗普恰得咁盡啊！即係咁上下啦。咁啊烏軍咧確實咧係具備咗一啲咁嘅反擊嘅力量嘅。咁我哋知道6月2號嗰單嘢啦嚇，咁一陣間會講一講啦。咁所以而家咧就造成一個叫拉鋸戰同埋消耗戰。咁呢段我講到呢度啦，有咩睇下先？仲有。